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消息。罗西亚这2天一直受到乌克兰罗西亚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各一届批评罗西亚，因是恐怖主义的国家。因那罗西亚请来作战的瓦格纳集团，因的领导人讲，罗西亚国内各大派系拢伫咧乌白武，根本是要甲规个国家毁掉。 救援人员伫咧被炸毁的主体头前，继续找看是毋是人搁挖掉的。乌克兰城市第聂波罗最早受到俄军的飞弹攻击，造成至少22人受伤，其中有5个是囡仔。第聂波罗州的州长赖萨克伫社群媒体讲，空袭发生了，救援人员伫咧现场发现一个2岁查某囡仔的尸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证实，爆炸发生伫咧2栋2层楼高的命体之间，不幸的是拖着队下骹也有人。俄罗斯再一遍证明家己是恐怖主义国家。 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伫初4透早空袭警报也响，有目击者讲听到远远的所在有爆炸的声音，敢若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射到俄军攻击的飞弹。俄战争到即马已经超过15个月，伫最近反普廷的民兵组织一直攻击俄国边境城市比尔哥罗德。 部伫乌克兰境内组建的俄国瓦格纳佣兵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正不满，批评国家无保护国民，颠倒予俄国境内各派系算危险游戏，是想要摧毁国家。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он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е. Там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пытаются меня задеть и вывести на риторику 90-х,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 стрелки. Которыми они уже давно занимаются, не понимая, что они вообще творят. Они сегодня просто разрушают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也再一遍对于俄国境内各派系想要拨人伊甲车臣佣兵集团的关系表示不满。伊讲，甲车臣部队之间的争议怎么已经解决，强调若是国内派系搁再继续拨人，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司新闻，但是董秉业。